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到了停通的时间，我是也摆爱教大家运动的阿凯先生。也摆爱教大家练的是我哋肌肉的动作，肌肉的训练呢，如何用自家身体的重量，嘛可以拿些把有重量的东西呢，我练我哋的手啊、臀脚，有练的话，行路啊、爬上爬下的时间，那唔要软脚哦。等一下，你向下停顿先生来停通一下哦。开始运动之前，我哋要先来做18动作，帮我哋身体热起来哦。也咪要拿一条束链索，好，也动作咧做嘅时节，手拿顿一条束链索，用你脚嘅头前哦，两只手顺切向东高，慢慢啊做，向后背，向下去，向到你嘅师傅也偏如何嘅，好，慢慢啊向东高，向头前。回来，好，安尼向东高，到后背，好，安算100。好，我哋开始了哦，你慢慢做如何？做400哦，3、4。因为你做的时节，向东高的时节，手啊会变安尼，唔好安尼哦，顺次如何诶？好，慢慢做，8、9、10。下一个动作咧，我哋要面体内胸。好，一条束链索，用你脚带下，好，面下来的时节，一只脚顺切，好，两只手拿顿一条束链索，向你身体绑线，好，绑线的时节，你脚后背会绑线哦，好，安尼差唔多4秒钟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稳脚，同样哦，脚压高，好，两只手拿一束链索绑线，好，同样4秒钟哦。5、4、3、2、1。这两个动作如何我哋热身的动作哦。接下来，先生要来教大家练我哋脚底背的动作哦。等一下训练的动作会用到一条束链索哦，好，也咪我哋先做一个表述我哋脚底背的动作。我哋先一只脚屈下去，另一只脚咧，左脚嘅话，你向左偏，7条嘛向左偏哦。好，师傅唔好向后背，向头前，好，身体冇歪歪，好，转过来哦，好。我一只脚向左偏行出去，行出去的时节，左脚底背有绑线如何的哦？好，绑线，安尼4秒，9、7、8，记得呢7条冇安尼哦，要向头前哦。好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一片做下，我哋慢片做，好，同样一只脚向右偏，好，7条冇向右偏哦，冇安尼哦，向头前，好，做的时间4分，向头前，脚行出去。
向用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做起嚟話可以彎腳，向用哦。1、2、3、4、5，做嘅時間我哋呢數起，跳起慢慢啊做落去，8、9、10，好，彎片哦，字米100，字米嘅10秒哦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人們要開始來做我哋嘅訓練哦。一條數年數打一個節，我用嚟做咧，挨2隻腳，用我哋嘅數年數當個向兩邊行出去，好，我打開來哦，慢慢啊屈下去，好，2隻手拿準，站上來，好，屈下去。站上來，1，屈下去，2，屈下去，站上來，3，屈下去，4，屈下去，5，好，我記得咯，有個人啊，屈下去嘅時間，佢7條會變安尼，冇安尼哦，向頭前。打開來，放來，1、2，好，1、2，下去嘅時間縮起，放來嘅時間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下去，1、2，放來，下去，1、2，放來，好，做失敗哦。1、2、1、2、1、2，好，做起來，用下來如何？我哋腳拿出來，好。第2個動作咧，我哋係一隻腳一隻腳做哦。我用嚟做咧，一條數年數。用嘅7條嘢，好，右腳右手咧向落背，拿出去，按呢腳咧向地背合起來，好，打開來，合起來，你嘅手都順切如何嘅哦，打開來，豎起來，好，1、2、1、2、1、2，好。有人嘅話可以係日拉啊，吼日身球啊，拿頓一條路吼，你嘅速度唔是拿嘅哦。好，1、2，做係我哋錄完片。佢用哦，我哋嘅數年數，用嘅7條嘢，好，數向落背放輕，好，1、2、
1、2、1、2、1、2、要到如何我哋一百练我哋腳底部嘅動作哦。運動做起嚟，也咪我哋愛來做是把不用輕鬆嘅動作哦。好，首先我哋面體內胸，做嘅時節咧，面下來，一隻腳左腳。用嘅右腳當高，好，兩隻手咧，左手向嘅腳一片伸出來，另一隻手向後背，好，做嘅時節，你嘅手出力向嘅身體，安尼綁起，安尼慢慢啊做，好，不用輕鬆，縮起，跳起。縮起，跳起，好，差唔多做15到20秒哦。縮起，跳起，好，做下你可以彎腳，好，右腳用嘅左腳當高，同樣哦，你嘅手伸下來，好，同樣縮起，手綁起，跳起。縮起，跳起，3、2、1。下一個動作咧，我哋會拿滾筒，用嚟做咧，滾筒向體內放，你嘅4分坐地啊，滾筒當高，好，做嘅時節，一隻手。用體內放，慢慢啊安尼，滾上來，滾下去，滾上來，滾下去，好，也滾筒不用嘅師傅當個如何嘅哦，好，差唔多10秒如何嘅，好，做下彎片，向用也滾筒，用嘅師傅下背。好，向樣哦，滾上來，滾上去，滾上來，滾上去。拖到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等下你向下停頓線上來學新嘅動作哦。今日我教大家練嘅係我哋腳嘅動作哦，等下你向下停頓線上來做哦。好，一埋我哋我做嘅動作係用一種凳呢，好，凳呢唔是太高哦，好，挨如何嘅？做嘅時節，我哋一隻腳先放上來，好，另一隻腳向後背，好，做嘅時節，手放喺身體兩邊。好，下去嘅時節，後背一隻腳跪下去，放來1、2、3，好，慢慢做如何哦？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、2，好，慢慢做如何哦？下去嘅時節，縮起、跳起、縮起、跳起。做下我哋彎腳，
向用，一只腳變單個，另一隻腳變後背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，好，冇等嘅發運用嘅，慢拍哦。冇等嘅話，硬輪路兩隻腳，一隻腳頭前，一隻腳向後背，好，同樣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下去嘅時節，縮去，放落嘅時節，跳去，好。好，彎腳，同樣哦，一隻腳頭前，一隻腳後背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如果你呢做嘅時節無力嘅話，可以拿燈呢變頭前，數變燈嘅單個。好，下去嘅時節無力嘅話，可以用18數嘅力量乘風來，安尼如何哦？好，一，好，數出力，二，出力，三，四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一路係嗌人 T 嘅動作哦。T 呢嘅動作咧，拿另一種燈呢，要麼我哋拿一條樹嫩索，先綁起一隻腳當高，做嘅時節咧，我哋嘅樹。拿一條樹嫩索向後背綁起，好，一隻腳咧向頭前踏空來，一、二，慢慢走路好哦，三、四、5、6、7、8、9，慢慢走路回來哦。10，好，彎腳。向用我哋做嘅時節，一隻腳順刺，一隻手向後背綁起，好，一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有力嘅話，順刺嘅時節可以停一下，不用鼓來。停一下，變過來，好，9、10、
也如係我哋根本啲練腳嘅動作哦。運動做起嚟，也咪我哋愛來做是把變輕鬆嘅動作哦。首先，我哋面體內胸，做嘅時節咧，面下來，一隻腳左腳向嘅右腳踮高，好，兩隻手咧，左手向嘅腳一片伸出來。另一隻手向後背，好，做嘅時節，你嘅手出力向嘅身體，安尼綁緊，好，綁緊嘅時節咧，你嘅左腳嘅師傅綁緊哦，好，安尼慢慢啊做，好，變輕鬆，縮氣。吐氣，縮氣，吐氣，好，差唔多做15到20秒哦。縮氣，吐氣，好，做下你可以彎腳，好，右腳向你左腳踮高，向樣哦，你手伸下來，好，向樣縮氣。手綁緊，吐氣，慢慢做，縮氣，吐氣，3、2、1。下一個動作咧，我哋要拿滾筒，用嚟做咧，滾筒向體內放，你師傅坐地啊，滾筒踮高。好，做嘅時節，一隻手向體內放，慢慢啊安尼，好，差唔多10秒就好誒。好，做下彎片，向用下滾筒，向嘅師傅下背，好，向用哦，滾上來，滾上去。滾上來，滾上去。今日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記得每日向下停頓先上來運動哦，你嘅身體同精神也會更來更好哦。停頓，我哋下次見。